你若较早出席，你有去拍？我？这样。Oh my god！ 精致的第一天。第一天很精彩，又撞车，又唱歌，又要跳舞，柏油路是躺岩盘浴的感觉。导演小气中。对不起，我理解力有点差。哎，姿势很美哎，当然。好羡慕哦。脚不用夹。第一天上班当然要美美的。靠北来啊你搞快快！这挺多。加油，好捞哦。你觉得好意思吗？这两万这标准。屁，好意思吗？躺一下，等一下，要看位置。我等一下要唱歌，唱的怎么样我就不看表情。对不了，金智依旧唱的非常的难听，而且加油都拉不回来，我做得到。我唱吗？对，还蛮自然的。真的。这什么曲？My God， 你好笑，这样曲吗？不要紧啊，这是歌。这首歌。哦，我不要紧啊。对啊，你买一个好笑。莫去我来，爱讲地擦的查某人。接下来的画面，建议戴上耳机聆听，以获得更高品质的享受。很好听。查某我早就甲你拍，你咧黏黏的，一条我，莫讲我爱过你差非常荣幸，觉得很梦幻，可以跟金曲歌王一演8点档，我觉得最好是妈，谢谢，这比我拿奖还要荣耀。其实他有说啦，就蛮紧张的，而且那个紧张是从他的表情是跟肢体动作表达的出来。我真的很惊吓哎，就是我之前认识的黄文兴，跟我今天看到的黄文兴。我去想家你敢知？我严重真正惊死哦！你 Oh my God！ 在外景都是常常让人家放弃。正常一点。我有不正常。你真的很荒唐哎！我忍受他多久？你可以有这样吗？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就是在高压的有没有？然后怎样？轻松的工作，轻松工作，非常愉快，非常愉快。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跟文心哥一起合作。哇，你很还个清白给佳瑶。西主讲，是西主语啊，也定大学的变动啊。正常一点。其实就这么简单。你们不要想歪啦。什么东西啊？天气啊，哎呦，你一看起来哦，啊，就是做起来。吓到人家了啦。应该是甲真满意合作。